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讲今日台湾武汉肺炎新增加的案例哦，20个内底拢是境外移入的，侪拢是和这个里外读册或者是做工课有关系吼。目前咱讲国内总人数吼225个吼，这个已经诊断确定吼。境外这个部分拢总是178例啊，本土是37例吼。咱讲即阵境外围堵是真正重要啦吼。今日增加这个案例内底哦，伫机场去查落来就8案例吼。咱讲有一个是头一个1年级1天吼来到咱台湾确诊吼，另外一位是进前来这个台湾转机的这个美国男子哦发病，即阵是人道来安搭啦吼。所以自今日开始，咱有新的这个政策，就是讲连续2礼拜吼，自桃园机场禁止飞行机来这个照休啦，互人在转机搬过去第3国吼，人较袂安尼飞来飞去，病症嘛袂安尼咧烧炭啦吼。另外，咱讲海外转来这个台湾病例大增加，有人都咧问讲，敢着台湾整个爱来封城？行政院长苏贞昌，伊即阵说也未到这个坎站啦吼。伊嘛讲咧，这个中国过去若是无暗抗这个疫情哦，危害未遮尔严重。咱讲全球要40万的这个例啦吼。即阵看到中国讲4月初8，武汉就要解除封城，疫情敢真正就稳定落来，无增加新的这个病例咧。这个乌百姓就市民都讲拢是假啦吼，即阵中国是咧叠什么算盘，大家嘛是看出。啊，即阵嘛演变做是病毒的这个外交战。安怎讲咧？过去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哦，伊就讲美军是甲病毒送去中国的。啊，咱们看到这个川普吼，伊是讲啥咧？这是 Chinese virus 中国病毒啦 ，come from China。但是咱嘛看到环球时报，伊即阵是讲啥咧？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哦，伊就报道讲哦，11月病毒都伫意大利咧传啊吼。中国即阵咧做对外大宣传，自问题制造者变做是受害者。或者是讲，这个中国专家团队哦，伸手来帮助意大利等等这个国家，变做是问题解决者。咁真正就是互你中国讲就好。今日咱台湾新闻界特别好好来讨论。先来介绍咱节目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到前外交官刘树杰，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团传媒台湾主编何心杰，主持人好。另外，咱嘛透过这个连线，咱来访问到咱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陈秀熙，咱嘛另外嘛要访问到这个护理师工会理事长陈玉芳哦。首先，咱先来看陈时中部长，伊是安怎讲的？那我们就要宣布有新增20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那没有本土的案例，20例都是境外移入。那这里面这20位呢，大概有8位我们在机场这拦截到的那有9位是本来列在我们的居家检疫，那有1位是列原来的居家隔离。好，所以今天这些案子里面相对的应该是都在我们的原来的掌控之中，还有一个是在机场及时拦截下来的那另外在那2例就2例直接在从那个就是说自行就医的这2例基本上都是到美国去，那是夫妇到夫妇2位。那回来之后基本上他也都在家里面自行的自己的一个自行隔离，所以今天这20个案例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掌握。所以这个境外移入的这案例哦，真正是台湾都伫机场都有法度查落来吼，所以这个境外部分、本土的这个部分哦，拢免伤惊吓啦吼。这个境外围堵是真正重要的。咱先来看全球疫情即阵咧烧炭吼，即阵咱讲全球疫情36万外吼，差不多嘛要40万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咧炭真紧啦吼。不过咱看到中国讲什么咧疫情，咱头拄嘛讲到一个数字，一个日期哦，就是4月初8啦吼。伊讲武汉就当来封城来解除，啊，即阵咱讲中国吼8万外例啦吼，但是咱看即阵炭了上紧的，除了是意大利以外，咱嘛要注意到这个美国这个疫情吼，即阵已经有4万，这个破4万例啊啦吼，啊死亡人数嘛是573例，啊另外咧，这伊朗的这部分嘛是有2万外例，其他欧洲的部分哦，嘛是看到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吼，拢是
真侪这个案例数啦吼。所以咱嘛看到上新的这个各国的措施来讲吼，其实拢爱来好好来围堵啦吼。咱讲今日台湾嘛有咧讨论讲，苏贞昌院长到底要来讲到台湾另外要封城无？咱其实看到欧洲国家侪拢已经做到真侪这措施。咱看到上新的德国、西班牙、日本、英国、美国这，因拢做啥物咧？德国 Merkel 伊就表示讲吼，为着要抑制这个疫情的这个烧炭啦吼，禁止个这个强国场所啦吼，2个人以上的这个集会活动啊，按算这个措施会先这个实施哦，有2礼拜的时间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西班牙 Madrid 这吼嘛，紧急兴建这个临时的这个病院啦吼，按算要提供5000啦吼，这个500的这个床位啦吼，收伫较轻症头的这个款价。另外，咱看到日本哦，咱嘛看到，因为即阵2020年就是要办奥运这档啦吼。不过，咱看到昨这个消息就讲，加拿大才要来第一个公示因要参加这个奥运，所以到底奥运要办无？啊，即阵日本政府当咧甲这个 IOC 啦吼，就是因来做一寡这个参详啦吼，看这个东京奥运会当延伸到这个甲明年啦吼，上济1年的时间。咱讲过去日本嘛是病例拖了足紧的，但是因即阵有控制啦吼，相信这个疫情伫日本嘛是有这个控制这个部分。另外，咱看到这个英国做啥物措施咧？这个首相 Johnson 吼，伊是讲吼，23号开始就宣布这个全国封锁这个禁令，民众敢若会当是上低度的这个出去外口买生活用品啦吼，啊一工敢若会使做一项户外这个运动啦吼，除非有必要，啊这个也是讲工课无法度伫厝内底完成的。无，就是袂当外出来做工课吼。另外，咱讲到这个Ohio啊、路易斯安那，佮有这个德拉瓦州啦吼，啊，甲这个对这个 New York State 啦吼，甲 California，佮有 Illinois，佮有康乃狄克等等这个部分吼，拢是这个禁止这个美国人民来外出啦吼。这个8个州啦吼，人口差不多都1.01这个亿的这个人口啦吼，这个人口数较济，嘛是讲吼美国这回疫情是安怎拖啦这么严重。咱首先嘛要来先请教咱的 Jerry 啦吼，看到这回美国疫情这么严重，咱嘛看到中国嘛咧拍这个外交战，尤其这个部分是对中国外交部开始的吼。咱头拄嘛讲到赵立坚。伊先伫这个 Twitter 头顶吼，讲这个美军你都要负责任啦吼，啊，还有这个零号病人到底是安怎来？啊嘛，引发到咱看到 Trump，伊伫这个手稿内底先甲这个 coronavirus 划掉，直接改做 Chinese virus 啦吼，啊，伫记者会头顶讲是 comes from China 吼，你安怎看伊这个部分吼？啊嘛看中国外交部伊这部到底是咧暗算啥？其实我咧观察整个中国外交部伫疫情吼，当开始到今嘛，因其实有几个上重要的这个时间点咧做转变吼。第一个时间点是伫2月29号的时阵，迄阵中国人民日报伊讲吼，这中国境内吼肺炎的这有空户的人数首度超过这无症，佮有病的这人数。好，第二个点是3月10号的时阵吼，习近平伊本人去武汉，啊虽然有人讲这个影片是造假，但是这不管吼。第三个点是3月19号的时阵，中国吼首先来宣布本土吼零新增确诊病例吼，所以你会当去来看。不管咱来看中国这个资料甲新闻是毋是真诶甲正确，但是咱会当去感觉讲吼，几个中国对因国内整个疫情是愈来愈有信心吼，啊，这个信心吼，就反映伫吼因整个中国伫这波咱讲这武汉肺炎这个整个中国大外宣吼，它整个轴线有咧做转变吼，咱各位。观众朋友，咱个会记吼，当开始的时阵吼，伫肺炎刚刚爆发的时候，全世界都咧骂中国，对不对？讲啊，这肺炎是为中国来，这病都是为中国来。过来，中国情形逐渐好转的时阵吼，中国就开始在改变，因即马就咧讲吼，这个武汉红霞吼，中国为全世界做出巨大的牺牲。啊，过来就变讲吼。中国即马规
疫情已经有控制掉，所以若是咱其他的国家吼，有需要咱中国来帮忙的所在，我们非常乐意帮忙。过来个变做讲吼，这个病毒是美军拖入来，中国的。是。即摆最新的发展，佫变成讲，可能是。意大利，吼，所以你讲，咱会当去观察。其实我咧看啦，吼，为什么讲吼中国要坚持讲这个病毒唔是中国？因为伊要甲全世界讲吼，这个责任吼不在中国。唔是伫中国啦吼，但是咱回过头来看，其实这个起源地到底是这个 P4 这个实验室传入来，即阵也唔知影。但是为什么中国要拍这场这个外交战？咱待嘛好好来讨论。咱先要搁来连线到咱的这个台大公共卫生这个副院长啦吼，但副院长，院长你好。是，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嘿。院长真感谢啦吼，伫咧开会这个中间来过来甲上节目。是，咱特别首先哈。是。首先要来请你来讲到吼，咱看到。这个咱台湾即阵境外移入的拢是这个部分啦吼，咱讲有100多例遮尔济啦吼，所以咱爱先请观众朋友唔免惊吓啦，对无？当然啦，其实吼，我即几工我就是一直咧甲大家宣传，就是讲吼，因为这是因为欧美国家伊的迄个感染的风险真悬啦，是。咱处理的迄个旅客甲观光客转来吼，当然伊感染的。风险就较悬啦。政府即马咱等于讲伫外口，甲机场拦截，也是讲咱转来就甲做隔离吼。安尼找出来是好代志啦。安尼吼，伊潜入，伊走入去社区的吼，迄个可能性就会变低啊。安尼咱要有迄个社区的流行感染，像迄个其他欧美国家的机会足侪啦，所以台湾目前来讲是全世界我认为是上安全的所在。有影啦吼，咱讲到这个来台湾本土这个病例数啦吼，其实也是这个30几例。咱嘛有讲到一个概念，过去咱讲这个 R0这个数值啦吼，这个代表咱的这个数值是真正也是算低啦，对吧，教授？我甲迄个观众朋友讲吼，甲大家讲，其实咱台湾即摆唔免算这个数字啦，这个数字其实是伫迄个社区大流行的时阵吼，一个人会看几个人安尼啦。所以迄是咧讲观众朋友若去甲欧美的国家去看倒一个地区，伊较危险的，传了较济，看较济咧看。台湾即摆用袂着这个数字，因为咱的大部分的感染拢是伫厝的感染的吼，也是讲伫病院内底感染的吼，这种院内感染甲这种家户感染拢无算讲社区的流行啦。既然讲是迄个外口吼感染吼，境外感染带入来吼，其实吼伊若是感染吼本土病例吼，本土的病例，其实伊的迄个历史嘛介清楚吼，其实嘛无算讲一种社区的感染嘛，伊这等于是讲去互外口倒着的，所以即摆就是讲伊若。甲这大家若较诚实甲这个理由是吼，甲讲较清楚的吼，若做居家隔离检疫，其实这嘛无算一种社区的流行感染啦，所以我是感觉大家免伤过烦恼，谢谢。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个病毒吼，虽然这个传真紧，伫国外传真紧，因为这个社交病毒啦吼，所以你甲人直接的中间都可能来围着，但是咱台湾也是种极度的这个社区感染这个部分吼，所以即阵那个观众朋友也先免惊吓。不过咱嘛有讲到另外一个部分啦吼，就是讲咱这个爱提防的，就是讲另外一波，就是这个教授你嘛常常咧讲的吼，就是讲这回咱今日看到一个案例是这个印尼籍的这个外籍移工啦吼，伊伫机场就互炸来，你进前嘛讲咱后一波就是爱防范这个外籍移工来台湾的时阵，第二波的这个疫情的摊开这个部分。因为吼，咱伫迄个除了欧美国家了，咱伫迄个东南亚的国家内底看到迄个印尼啦、菲律宾啦、越南啦、柬埔寨这些国家吼，开始有迄个感染的社区感染的迄个可能性就增高啦。所以这些国家因为伊是拢咱的移工来源嘛，包括咱的外籍干务拢是嘛，所以这些人若转去遐，即摆要搁转来，其实咱即摆嘛拢有甲做雇主甲政府内底伊嘛有甲做迄个要做迄个居家隔离的建议啦。只是讲因要安怎做，因就爱遵守政府要安怎叫因做，伊就爱遵守伊的规矩啦。无的时阵吼，伊若无做这个时阵，当然伫移工遮会传出去，这嘛是一种
一种有可能的迄个漏洞啦。啊，所以就是讲，这移工若转来就是雇主，你就一定要靠近伊，甲伊讲这14天吼，啊小回休困者，啊伊当然这对于迄个雇主来讲的时阵嘛是一种负担啦，毋过大家少忍耐者，因为这就是无法度，因为你若互伊去做工课，也是讲做伙吼，带做伙的时阵都会拖出去。啊，我相信，因为我相信这迄个政府即摆嘛有咧先导，所以我感觉这个可能性嘛是低啦。吼啊，但是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就是讲，若是你有迄个移工入来吼，你一定伊若无照政府做，你一定甲讲袂使安尼吼，大家吼爱有14天的休困安尼，安尼危险就会减低吼。啊，这我头先就来讲吼，虽然咱台湾真安全，不过咱嘛爱提前部署咧。有影。所以咱讲的就是拢咧讲提前部署的观念啦，提前部署讲先准备啦。啊，无你即摆若万一真正有代志发生的时阵，咱会措手不及。啊，但是台湾目前是无啦，拢无这个代志。不过咱要搁请教副院长吼，就是讲咱即阵嘛有讲到昨个这个案例啊，其中有一个是登记照护的这个护理师啦吼。啊，咱看这个济案例，亲像韩国的咧，也是讲美国对咧传这个西雅图这个部分，拢是登记照护才来出问题。啊，咱台湾出现这个头一个登记照护这个护理师确定诊断出来，这代表是什么意义？咱台湾爱注意着啥？是啊，但是虽然咱这护理师吼，虽然伊迄个长照的机构服务吼，但嘛无代表讲伊是判互长照，伊有可能嘛是伫外口感染的，吼，所以话袂当排除啦。因为吼，即马就是讲，迄个外国的这种感染，迄个感染的来源足侪嘛，所以你即马的时阵，你嘛无法度去判断。当然，伊对长照是毋是影响，我的看法是较无共。因为咱台湾的长照甲其他国家的长照有一点仔无共是，咱台湾的长照。伊迄个大家若过会记，因为咱的安全设施甲这个安全的这个消防这拢经过很严格的迄个检查过，你会记得咱发生过这个代志嘛？过去居家照护啦、安养机构啦这个代志，所以咱其实有经过这个风波了，咱的规安全设施吼，啊伊的环境拢有经历过哦。是，所以这是台湾甲过去无啥共的所在，所以政府伫这地是有经历过。啊，这就是甲你讲，咱即摆的长照，其实咱若有按照政府的提前部署吼，其实咱的长照是安全的啊。是，有影吼。今日非常感谢咱的副院长来甲咱遮吼，来透过这个连线甲咱说明吼，感谢副院长。是。所以咱慢慢带观众朋友吼来看到另外一个部分吼，就是讲即阵咧看病情咧传的时阵，这个镜头到底有啥物吼？过去这个伫中国这个资料显示讲。啊，这个镜头可能是你要食的时阵食无味啦吼，啊片的时阵嘛片无味啦吼，这就是另外一种这个神经性的这个摧毁你这神经系统的这部分啦吼，到底是毋是有这层类吼？啊，过去咱讲有2例吼，伫台湾的这病例内底有这款镜头，咱先做来看。咱国伫咧8月新增加的26个确诊个案内面，有2例个案出现食物件无气味也皮无气味的镜头。国际上也有相关的案例，有英国专家讲，少年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无一定会发烧咳嗽，有可能自对气味抑个咸正无感觉开始。感染科医生讲，虽然毋是大部分的患者拢有这种镜头，也毋过这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会攻击神经系统。它的理由是因为病毒会在鼻咽部、跟口腔还有舌头上繁殖，那可能是破坏了受体。或者是破坏到末梢的神经，造成感觉传不进去啊。那目前的结论就是说，这些人会不会恢复，现在不清楚了。可是如果有人有些症状、有些表现的话，因为这个很特别，其他病毒几乎都不会出现。如果有这种表现的话，一定要去验一下新型冠状病毒。医生提醒讲，民众拿这挂镜头，会当去病做检查。伫即马国际疫情严重，台湾也伫咧关键的14天抗疫期，是毋是有风险的拍算甲必要？感染科医生讲，就算是面临大规模的感染，风险效果也无一定好。如果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那个不明传染源的社区感染的话，所有的学校停课，
或者是所有的那个办公室都不要上班，那大家尽量在家里面那个办公室，这个是可能必要的手段。可是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出门，除了买那个民生用品以外，那这个东西是有点太过严厉，也是不是很必要。医生分析，若发生大规模的社区感染，上重要是避免伫咧室内抑个靠卖机暗时的群组活动。台湾目前也无到这个阶段，严格也是提醒民众出入公共场所时阵，一定要注意手的清洁。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讲有即个镜头，就是你食无味啦吼，食无咸正，啊，另外就是鼻无即个嘛是鼻无啦吼，就是即个神经系统嘛是出问题，啊，咱等下嘛是会使过来好好啊讨论啦吼。但是咱看到新闻片段内底嘛讲吼，封城即个讨论啦吼，咱看到过去即个意大利也是讲即个中国即个封城到底有起伊的作用无啦吼？咱嘛看到即个中国武汉的时阵封城，伊嘛有做足侪即个部分嘛是有一种宣传的即个效果啦吼。尤其咱讲到 Jerry 头拄嘛讲到武汉即个习近平去十查的时阵，也是讲因的这个中国副总理去十查的时阵，侪网络影片传出来，讲这是假，这是假，民众就伫遐话啦哈。咱看习近平去十查的时阵，个公安徛伫这个厝内吼，一户有2个啦吼。这代表是啥物？这个中国要宣传的是啥物？啊 ，CCTV 伊代表意义啥？伊翕互这个民众看，新闻联播，逐工安尼报，要代表要传达互因人民，还是讲要传达互这个咱讲这个中国媒体？但是因为 CCTV 国际这个频道都完全无共款的声音。其实是安尼哦，疫情打开始的时阵哦，大家其实讲。中国的老百姓对因家己的政府嘛是足不满的，因为习近平伊开始就是讲我亲心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甲伊笑讲，你讲你亲心伫遮，但是我无看到啊，你敢有来武汉？啊，所以甲因甲亲心这2个字当做一个笑话，啊，所以习近平去的时阵，伊就特别来翕这个影片，甲大家证明讲我。确实是亲心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打开始的时阵。但是，像 Jerry 刚刚交代讲的同款，就是3月12号的时阵，《环球时报》伊有讲一句话，这个代志都较无同款啦。伊讲啥呢？顶届我来分享迄个李文亮医生，伊讲本来伊是分鼻仔人，但是即马《环球时报》3月12号的时阵，伊讲中国才是世界的分鼻仔人。中国才是吗？嘿，伊安尼讲，所以这个甲习近平去武汉的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是讲因的意思就是讲吼，我作为一个大的国家，我有这个信心来解决这个问题。伊来讲这个故事，就是爱甲伊过去的这个黑历史，甲伊洗掉。因为打开始的时阵，毋是敢若讲其他的国家咧甲伊骂，伊家己的老百姓嘛就无满意的。所以伊即马就是讲，我即马吼，头前做甲。可能大家较无满意，但是即摆我重新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自信的这个故事，吼，要甲伊这个洗掉，就是讲，阮台湾一开始是毋是讲台湾 can help，即摆因中国就是爱讲一个故事，讲咱 China 嘛 can help。China can help。有啦，坐个咱看 CCTV， 伊讲吼，习近平即阵敲电话意大利的总理啦，吼，敲着韩国的什么人，因即摆落来。做这种的宣传，咱等下嘛好啊，过来讨论。咱要先带大家过来连线吼，是咱护理师工会理事长陈玉芳，理事长你好。你好，大家好。是理事长，咱要请教啦，咱嘛过去讲到一个例，就是讲吼，即阵咱头一个是长期照护即个护理师吼感染到吼，确定诊断出来，这个例是代表什么意义？咱先请理事长来甲咱说明一下。我是感觉讲安尼的话，就是咱的迄个长照机构内底。应该开始有即款情形发生，因为即马还未找到源头，所以阮嘛唔知影讲到底是社区的感染开始发生，还是安怎的情形发生，还是外口来的，还是讲伊家己染到的，阮唔知影。所以这阮嘛是会烦恼，因为你内底有人家属来看，到底是安怎去传染到的，咱唔知影。所以这嘛是一个足大的风险，因为为虾米安尼讲呢？咱伫这内底呢是有足侪住民啦，你内底足侪病人内底来讲，一个人，我即马收集到的消息，就是讲一个人爱顾30个到40个，这个比例伤悬啦吼。这伤悬啊！照咱政府的规定是一个人爱照顾10个，你即马
伊讲礼拜的时阵，一个人阁会当照顾到95个，啊，你想看卖？若是今仔日这拖啊无去找着的原因，迄规个拢拖起来，其实是一个足大的缺口，安尼其实是足危险的，所以阮嘛是足烦恼啊，因为吼，讲实在，遮个机构吼，会有风险性搁较大，因为病院遐卫生局搁顾会着，啊，但是即马阮听到的是讲，伊伫遐机构内底会摕到的就是口罩尔，其他的防护衣啥，迄其实是拢无的。卫生局领会着尔，啊，因着学阮枪，其他的物件是无的。阮感觉这个问题是咱政府嘛爱去重视的一个问题。无安尼的话，阮嘛是感觉讲，这是毋是会愈换愈大？阮毋知影，阮嘛是会烦恼安尼。就是讲，遮个即个设备，也是讲即个设施，也是讲即个喙炎遮个即个部分吼，可能也佫有欠的即个部分吼。我嘛是有听讲，有即个亲像即个卫福部的即个部立即个教养院，也是讲坐即个部分吼。其实有的即个喙炎，因是叫因护理师，也是讲即个职员来家己去买吼。有的人应该摕即个可能是即个汉办囡仔因的即个健保卡去即个排队去领吼。嘛有听到即种即情形，实在是有够罕的吼。咱理事长敢有听过即种？较欠缺即个问题啊，物资的即个问题排无着，啊，搁爱叫即个护理师，还是讲即个职员去排队来领咧？有啊，即件代志是常常拢有发生啊。阮前阵啊，伫咧过年到差不多2月底的时阵啊，这个代志其实是拢常常发生的啊。啊，拢无互因，啊，拢护理师家己咧要去买，啊排队嘛排无，啊是因为阮即马就是甲政府遐。去反映，啊，才去卫生局，才差不多这1-2礼拜，才有去领着。无正常的话，拢是爱叫护理师家己去想办法。啊，即马阁有照服员的问题，阮嘛是一个烦恼啊。因为阮护理师遮是有登记的，但是你的迄个照服员有时阵，伊有一寡是来打工的。啊，伊就是检查的，啊，伊来，啊，伊安怎去，安怎来，咱嘛毋知影。就讲之前伫咧台北的病院嘛有发生讲迄个照服员的感染的代志。是。啊，伊是偷走的嘛。啊，但是你即摆这也无得记。啊，其实阮嘛是会去烦恼着讲，啊，你即摆即个缺口，你有去顾着无？阮的护理师嘛是有反映讲，即个因嘛感觉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有影，这欠口一定要甲维好势啦吼。歹势，你搁讲一道好无？我讲这个欠口啦吼，一定要甲维度好势啦吼。阮是感觉这个缺口无去解顾好，啊到时阵若出问题嘛是同款啦，因为你若一间，伊若4家去。一间拖过一间，其实嘛是足危险的代志啊。有影。今日非常感谢咱理事长吼，甲咱做连线啦吼。继续，咱要来带大家看讲，啥咱要讨论到这个登记照护遐尔重要啦吼。因为咱头拄嘛讲到，济案例，尤其是韩国，尤其是美国，这个例啦吼，拢是登记照护者一个例看规间病院，也是讲规间这个登记照护这个部分。咱先来看讲这个登记照护防疫可能会欠点伫倒位啦吼。咱头拄讲到美国的例、日本的例、南韩的例、西班牙的例、意大利的例啦吼。尤其意大利这个部分嘛是讲吼，因这年岁较大的老大人吼、是大人吼，拢是真这个容易感染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讲登记照顾，遮侪住民啊，也是讲你家属，也是讲医护人员、军属的这个感染死亡案例是真正真加啦吼。所以这个月22号咧开始出现到这个登记照护的护理师确定诊断出来，大家嘛咧重视讲吼，这回咱一定爱甲这个围堵的这个部分，伫咧登记照护机构遮吼，爱做较好势啦吼。另外欠这部分，咱嘛头拄要连线这个台湾大学公卫学院的这个副院长，因这团队嘛分析讲哦，80岁以上死亡的这个长者死亡率差不多有甲15%啦吼，所以是大人变成这个新型冠状病毒。高风险的这个族群，啊，侪业者嘛讲吼，即阵设备、空间、人力哦，拢无法度做到咱所要达到的这个分仓分流的这个阶段。啊，另外咱头拄讲物资、防疫物资，亲像我头拄讲的，喙炎嘛无充足这部分啦吼。啊，即阵县政府嘛讲吼，即阵宣布伫后月底吼，登记照顾拢是禁止家属来探视啦吼，到后个月底。所以咱讲这块是安较重要，因为这可能也是一个人开始摊开。
过去这个咱围堵好势，咱讲是境外移入。会变做是本土的这个病例啦吼，所以咱嘛看到一个登记照护这块，咱嘛看到其实台湾的这个政府嘛爱来做啦吼，尤其咱讲这个本土一定爱围堵好势，咱看国内各机关的这个防疫的措施有啥吼，咱台北市府、新北市府、各市府还是讲县府拢有做真侪这个公务上吼，可能爱第二办公室分流的做作业吼，毋若是台北市府啦，咱嘛看到新竹这嘛是做第二办公室，另外这个台这个部分啦吼，实体这个交流甲参访、教学活动拢是停止的这个部分。另外未来这个2礼拜后，若是有60人以上这个学生囡仔做伙上课啦吼，这个教学就变做是这个线顶来做教学。另外新北市的这个部分啦吼，嘛讲到市府对外公开也有封闭这个场馆，嘛暂停来开放。台中市府的这个部分嘛是市政会议改采用这个时顺的这个会议啦吼，民政局嘛在咧做清明这个宣导，讲这个纳骨塔等等时来这个空间提早开塔吼，但是有的这个纳骨塔这个部分是无要防入面的即回啦吼。咱看到花莲县这个部分嘛是扩大临检啦吼，避免这个 KTV 也是讲这个夜店这个部分会引发着群组感染。其实全国这个防疫措施拢是动起来。另外，咱嘛要搁回归来讲。咱即阵是国内咪咧围堵，咱看到国际疫情，他拄仔咱讲吼，要40万例啊吼，即个病例数遮尔啊济，但是中国伫即时阵，佮要拍即个外交战。咱咪看讲，其实即回咱苏贞昌院长吼，嘛有讲到，过去就是中国咧暗砍疫情啦吼，无遮个全球哪有可能拖遮尔严重啦吼。其实咱伫咧经过即个预警的时阵。12月底的时阵吼，咱嘛甲 WHO 讲着讲，其实这个病症是会人传人，但是这个部分吼，佮变成中国咧做外交上的这个宣传。因讲啥咧？中国我早就伫12月的时阵，甲恁警告，甲美国警告，但是这个中国其实毋是中国讲的，是咱台湾讲的。伊即马佮甲台湾变做是伊中国的一部分，佮来食咱台湾的豆腐。咱来听苏贞昌院长是安怎讲的。疫情继续伫咧滚价，伫咧总统蔡英文的指示之下，纾困方案会阁增加400亿。行政院拜一调集下部会会议来盘点，预计即礼拜以来提出第2波400亿的纾困方案，包括延缓纳税、永租贷款、劳工薪水，还有业者水电拍折等等的方案。大家整个来盘来商量，就是要做到能够立竿见影，做到能够尽量为大家纾困，同时振兴。连同第1波纾困特别预算600亿，政府总计投入去真千。也来纾困救产业，毋过嘛有立委烦恼讲，甲美国、香港直接发现金比起来，台湾的纾困经费若像较无感觉。对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要200例，外界开始出现封城的声音，苏贞昌嘛对大家来发声。我们不到封城这种做法，我们其实因为国人同胞大家警觉性很高，同时大家也都知道，应该不要自己成为害群之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加斯嘛伫咧推特面顶，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句来一句去，强调是台湾伫咧去年12月30日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警告。苏贞昌嘛认为讲，若是中国无暗砍疫情，危害嘛袂遮厉害。如果中国能够一开始就隐瞒疫情的话，世界早一点获得警告，我们相信不会危害的这么厉害。若是苏贞昌闭顺的时阵无挂嘴暗，引起防疫空拍的疑虑。不离个苏贞昌强调讲，达顺的时阵挂嘴暗无方便，而且疫情的空间真大。若是照专家的指示来做，就会当甲防护做好。记者综合报道。头拄有讲到吼，这个中国食咱台湾豆腐啦吼，讲咱12月30的时阵，甲这个中国预警 WHO 还是讲美国讲这个会人传人啦吼，即阵讲是这个中国迄当阵12月，就甲这个美国讲啦吼，所以引发着这个大外宣的这个风波啦吼。咱先看讲意大利这个国家是安怎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外宣啦吼，咱看这个意大利这个参议员吼。Gasperi 啦吼，伊是讲吼中共伊即个宣扬讲吼，专机运送物资到意大利是一场骗局啦吼，武汉病毒即个暗砍疫情，即个共产党专制领导之下咧，延长着即个时间，佮提供着假消息是地球的即个毒瘤啦吼。另外，咱看到意大利即个国会议员 Meloni 啦吼，伊是讲因骗袂过咱啦吼，中国毋是咱国家的救世主，中国是甲即个病毒传到意大利的，千万毋通将中国做成是模样，也是讲这个样板啦吼。另外，咱看到头拄咱们讲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Ortigas 伊讲啥咧？伊讲吼，台湾头一摆伫咧12月31号就讲到。
WHO 这个疫情啦吼，可能会人传人，同一个时间的中国当局，伊是讲吼，互这个李文亮医生吼，叫互点点就好，啊嘛是甲伊处罚啦吼，啊到1月20号进行拢技术成立病毒会人传人吼，带来灾难，啊这个效果咱看到。就是即阵全球大流行啦吼，啊进前即个中国吼，佫袂使即个 WHO 讲因这是高地病性啦吼，啊即阵报告佫改口啊改喙啊吼，所以咱看到美国总统 Trump 嚟讲，就是引发到即个部分，就是咱头嘛有讨论到的，即个外交部发言人中中赵立坚啊，伊是讲吼，即个是美军传入来，啊咱即阵嘛看到环球时报，咱头嘛讨论到的，就是讲中国疫情爆发进前。病毒就已经伫意大利咧传啦吼，所以咱要请教世界就是讲，即回咱看到中国的表现，过去伊是讲吼武汉遐严重，伊是一个受害者啦吼，问题即个制造者，但是咱看伊即阵伫国外吼咧意大利咧送物资，啊其实迄有人讲迄是啥物？迄是意大利用买，啊伊是搭即个中共的即个国旗也是即个部分啦吼。中共想要做即回做着啥物？啊，其实咱嘛有讲到，中共其实看袂，就是真要义吼，咱甲即个美国 AIT，嘛有签着即个合作的即个声明啦吼，伊真正是看袂落去，啊，即阵所以即阵佫开始做即种宣传，伊要做的是啥？其实即边这武汉肺炎嘛，是全世界应该会当讲，这几十年以来吼，第一摆吼，咱世界出现一个。大危机，而这个大危机不是由美国来领导，而是中国以想要来领导这个物件，所以特别讲他在整个大外宣哈，这个花了很多的精神，一开真侪时间哈，甲钱伫这个物件来顶头哈。我是咱要伫我的脸书顶头讲吼，咱莫去附和中国讲即个物件，咱袂当改称作讲是即武汉肺炎。咱毋是讲咱要去歧视因，咱毋是讲咱要歧视中国人，迄是讲咱对整个中共即个政权，咱无法度去信任嘛。拄啊，咱主编嘛有去讲着讲吼，即个本比亚架即个李文亮医师吼。当初因为伊讲到即个物件的时阵哦，去互中共即个警察吼去威胁吼，去痛拍，啊，结果尾来伊过身了，伫昨整个中国政府改口，伊即摆就变做来讲吼，即李文亮医师吼，伊当初伊所作所为吼，对整个国家有非常大即个贡献吼，伊即摆就变讲吼，伫中国这个国家，吼，伊要破生破死哦，拢在伊个人啊，所以咱无得去信任这个国家。咱今日若是讲吼，这个病毒，咱莫讲是为中共来，他会不会改天他又改口说，可能这个病毒，这个virus 是台湾帮美国传入去中国的。啊，伊只要凊彩找一个台湾人，像他当时对这个李明哲一样哈，先随便虐待一下哈，啊无都伊挡袂掉，只要对亚美来讲，啊，这个病毒是我传来这中国的，咱无法度去预测嘛，所以这个病毒，咱即摆看到种中国甲美国是安尼要这么激烈哈，咧战这个物件，因为美国嘛这样讲，如果没有坚持的话，以后唔知要安怎去发展。真正爱坚持落去啦吼。所以咱看到其实嘛一个真趣味的这个部分啦吼，中国外交部部长伊无安尼做，但是伊发言人几个华春莹啦吼，这个耿爽也好啊，这个赵立坚也好啦吼，因三个就是像安尼。伫咧人草莓人加工吼，人家是川普真正挡袂掉，尤其咱讲是伊讲是美军啊，Trump 做到这个三军的美国的三军统帅，当然有这个欢迎吼，讲是 come from China， 但是今仔嘛有改口，搞伊喙讲，因为造成着侪可能是 Chinese 这个族群的人吼，伫咧美国受到这个歧视这部分，但是伊要明确讲是这个病毒是来自中国的啦吼，这个头拄嘛咱讲到这个武汉肺炎。唔是歧视，咱其实嘛有一番的这个论证啊吼。咱看到讲啊，一人嘛发起连署讲吼，这回就莫叫伊武汉肺炎嘛。过去咱讲这个 WHO 咧正名的时阵，就叫伊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但是这敢是真正是歧视，咱都要好好来讨论。啊，有人是连署讲吼，这个时阵就爱甲伊讲
这个袂当用到这个部分啦吼，袂当用到武汉肺炎这个名称啦吼，因为这个会讲吼伤害到两岸的这个国人啦吼，啊，甲这个西方世界对华人也是讲这个 Asian 也是亚洲人的这个歧视吼，甲伊放大，也是讲过一摆甲伊 copy 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这个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啦吼，咱看到这个黄代表伊是讲啥？爱放杀用着武汉这个地号名吼来这个做名啦吼。一方面嘛是符合科学精神，甲世界卫生组织定定的这个标准啦吼。另外一方面嘛是人道的这个关怀，避免抹黑武汉，也是甚至讲武汉的人民，以避免吼造成是歧视，甚至是这个怨恨啦吼。啊，在这个黄代表伊来看吼，是对人的这个尊重，嘛是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这个表现。另外，伊嘛讲到吼，对武汉肺炎这个事吼，徛伫因中国人的这个立场，伊反对啦吼。啊，伊徛伫人类文明的这个角度，伊更加要反对。但是有一波人，咱嘛有看到，这个加拿大约克大学的这个经济系副教授沈永钦哦，伊讲吼，上早使用武汉肺炎，毋是咱台湾人哦，是中国民众甲中共的这个官员。啊，种伊个头拄咱嘛讲到，这个王志明这个声明哦，这个拢无去甲讲着啦吼。颠倒是暗示着讲台湾其实是挑剔讲用这个名吼。无这个甲事实甲讲好势，另外咧，这关键就伫两岸之间哦。台湾明明就是受压迫的这个一方啦吼，啊，所以这个看起就讲这个权力，还是讲这个context 是互抹黑的啦吼，啊，根本就是讲咱这个部分吼，真正爱唔通对着因这个中国大外宣吼，这个部分来去这个去甲因斗宣传啊。啊，香港作家伊嘛讲，这武汉肺炎真正叫武汉肺炎啦，绝对毋是这歧视武汉这人尔吼。咱讲因这个武汉肺炎是要讲的是武汉人民的苦难甲牺牲啦吼。对遮死去的人也是讲受尽折磨的武汉人，因这同情啊，武汉肺炎嘛是真简单来讲是病毒这个起源啦吼。啊，这个名吼，互咱会记咧讲，毋若是这个天灾，更加是这个人祸啦吼。啊，中国专制政体所造成的这个恶果这个部分啦吼，其实我看网络顶咧讨论嘛是讲，其实你要叫伊武汉肺炎嘛是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拢会使，但是有的人嘛是讲啊，莫叫伊 Chinese virus， 爱讲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irus 啊，CCPV 啦吼，就是讲是这个阿共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病毒啦吼，其实是有人是安尼讲的吼，但是咱要来看讲，咱国内有安尼讨论，有人讲莫叫武汉肺炎，真正是歧视吗？还是讲伊真正代表咱会记哩这个是人祸？其实我感觉即马来讲吼，中共甲美国之间吼，因即个战争是愈来愈严重。是。阮爱来安尼看即个武汉肺炎的即个名的即个争议，因为伊即马是安怎呢？因两边啊拢咧赶。家己的记者，毋是家己的记者，对方的记者，嘿，对方的记者，就北京迄个美国的记者就讲你莫伫遮，我无要互你迄个证件，继续来做工课。是。啊，美国嘛是共款，就讲你中国的记者，你莫伫我遮做工课。其实足严重的一个战争啊，所以因即马就是吵甲足严重来讲即个武汉肺炎嘛，是讲即个新冠肺炎嘛，是讲冠状病毒肺炎的即个。战争，所以我感觉讲台湾社会应该爱家己看好清楚，讲即摆是即个大的即个情形是安尼，因两个咧吵，啊，但是阮家己爱啥物立场，爱啥物出发点。去讨论即个名的即个代志，因为我是感觉讲我家己较细致啦，因为武汉遐的人有人是足反感的，就是讲你莫安尼甲我叫，我感觉足无爽快，心内足歹过，足悲伤的。啊，但是嘛有人讲我想要安尼叫，因为我嘛就亲像迄个作家讲的，香港迄个作家来讲的，就是讲啊，我想要互你记会牢，这是咱的受苦、咱的牺牲造成的，所以我会想讲吼，若是武汉遐个民众伊的讨论，阮应该爱看好清楚。啊，台湾都爱想讲吼，这是因两个国家伫咧战争，啊，阮家己要徛什么立场，应该爱为这个立场来思考这件代志。是，所以徛什么立场非常重要。咱头拄嘛讲到 AIT 甲咱合作，咱10万的这个喙炎甲因换30万，嘛毋是换啦，就是一个交流啦吼。这是主要是讲是两个国家吼之间一个合作吼。其实我今日有写一篇。文章咧讲即个代志，是咱每一个礼拜吼送10万片的喙炎互美国吼，有一个前提，就是讲咱国内产能充足，产量爱有够，啊，咱爱有够，咱家己咱台湾人爱有够，咱毋免去排队去买，是，即个
前提了吼，咱才送10万片的喙炎去互美国。是啊。有人讲啊，美国的人口遐尔啊济，美国人口差不多有3点多亿嘛，啊你上每一个礼拜上10万片，那坦白讲，这个数量嘛不是讲真济，但是这个重点都不是讲这个数量，而是说台湾跟美国伫面对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全球防疫战，咱和美国徛做伙，做伙，这才是一个重点吼。其实我有咧。注意讲吼，美国的国务卿吼 ，Mike Pompeo 吼，他在3月18号、19号、20号这3天吼，非常密集敲电话给上咧，伊敲电话给日本，这个应该是因的这个外长，然后靠有墨西哥的，有加拿大的吼，啊，伊想要做这个代志，伊就是要甲美国的盟邦讲吼，即马咱爱做伙来面对这个。疫情哦，啊，咱爱徛做伙，好，所以咱看到咱部长吴钊燮和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处长，好李英杰哈签了这个台美联合协定是几号？3月18号。18号了哈。18号含我拄仔讲的这个庞碧优哈，甲这个有加拿大、有墨西哥的、有日本的这些。外长或副总理通电话是同一个时间，所以你爱用这个较有纵深吼来看，是讲吼10万片的喙炎不是重点，重点是吼咱要和美国做伙来合作来研发这个疫苗跟药物。是啦吼，咱做伙来合作这个部分吼，其实咱看到一开始这个新闻拄开始的时阵啦吼，咱讲10万的喙炎要互美国啊，30万的这个。防护衫吼，要互咱咱台湾吼，啊，其实咱阁有侪亲像这个预防车、这个疫苗这个部分，拢要甲这个美国来做合作啦吼。迄当阵新华社，吼，伊就讲啥？这个是收中啦吼，这个万份中国吼，较亲美国啦吼。这个部分其实嘛是因一部分的这个宣传吼。你安怎去看咧？因为吼，咱差不多前2礼拜的时阵有一个新闻说，我们去合成了一个叫瑞德西韦。是。好，攻克级的药物，所以今麦咱坦白讲吼，美国、澳洲吼，甲中国吼，是3方都各自在比赛。那比赛讲吼，看谁会当先去发明这个肺炎这个疫苗或药物吼。然后今日看到一个新闻哈，这个欧盟。好的，这个欧盟执委会的这个头啊哈，他录一个影片哈，用英文发文在咧讲吼，这非常感谢吼，中国对咱规欧洲的帮忙啊，讲大都在讲中国送物件好啊，欧盟执委会头呢，所以你当可以看到讲吼，咱美国即摆徛一边，伊去有台湾、有日本啊、有加拿大哈，同一个时间。中国去有澳洲，是，吼，所以即马都是咧比赛，一个全球防疫战，对，即马两强小战。坦白讲，伊都是一个军备竞赛，看谁能够先发明这个肺炎的这个疫苗跟药物，谁先发明，谁先听牌。有影，向先发明，向先听牌就对了吼。所以两个拢咧。拼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中国即阵，除了咱讲这个新华社，这个 CCTV 我是逐工看吼，真正是介出味。啊，过去咱看，我过去看因这个国际这个频道吼，因就讲吼，为什么意大利这个疫情对袂着啊？为什么美国会安尼做啦吼？啊，讲因这个是 Chinese virus 这个部分吼，其实因这种的这个宣传。对国外也是讲因对国内吼，其实是两个步数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即阵美国总统川普伊嘛讲吼，伊其实对中国真失望啦吼。但是伊必须即个老实讲吼，伊介意即个习近平啦吼，嘛尊重即个国家。啊，但是中国吼应该较早来讲即个疫情的即个状况啦吼。啊，即个外交部即个发言人中共即个部分啊，就是耿爽伊讲啥？美国甲即种即个垃圾部吼啊，真正是上过头即个歹看啦吼。啊，耿爽佫讲吼，即50天来，就是讲疫情爆发较即阵，美国你啥也无较早应用吼。即个美国你真正是浪费中国伫即段时间即个宝贵的即个时间啦吼。所以即个两方若安尼咧讲啦吼，咱讲到即个外交系统也好，啊因的官方媒体也好，咱即个编辑你安怎看？因即马是安尼吼，对因家己国内吼，因有即个即马有一个讲法，
要安怎讲咧？因普通话来讲叫做甩锅。啊，甩锅是啥物意思咧？伊就是讲这个鼎就烧的无人要捧。啊，所以这毋是我的，这是你的。啊，最后就是上基层的官员去担这个责任。其实来讲，譬如讲你文良医生的代志，最后大家讲知影是敌人去负这个责任，是迄个派出所的所长。所长，啊，这对迄个所长来讲啊，咱台湾话来讲，就是这个乌狗偷食，白狗坐坐。伊迄个乌狗吼是敌人，阮唔知影，但是这个所长一定是迄只白狗。去担这个罪，去担迄个罪，就是迄个小小的鼎，放伫伊头前，就讲这都你的。啊，即马因所有的人拢咧做这件代志。啊，因佫有这个流行，佫有一个流行的叫做抄作业。啥物意思咧？就是譬如讲啊 ，Jerry 啊，你遐已经伊就头先宣布讲，阮遮已经无确诊啦，无患者，阮是空。零啊，结果即马呢，我就看到啊 ，Jerry 作业已经写了啊，我家己无写了，不要紧，我嘛赶紧讲我抄你的，我讲我嘛零，我嘛无确诊，阮遮嘛无患者，所以因即马有15个零、18个零啊，21个零、28个零，所以因即马伫国内就是即个战争就是安尼，就是甲统一讲啊，阮即马已经无疫情啊，已经无患者，当然阮会当想到讲吼，即马因经过迄个流行的迄个。高峰迄个期间已经过啊，所以因即马可能是愈来愈少，无毋对，但是真正有少甲讲一个拢无吗？是零吗？阮是淡薄仔怀疑啦，无咧相信嘛，因为家己的百姓嘛无咧相信，但是因就是较紧讲，阮要写即个作业，因为 Jerry 已经写了，我嘛要写了。我就抄你的就好。我就抄你的就好，所以因流行这2个字，都会互大家感觉讲吼，感觉一个就是讲，因网络顶悬讲这2个字，都是因过来宣传讲故事的一个方法。一个是这个鼎，我无要捧啊，咧迄互你。啊，第二个就是讲，我这个作业已经写了啊，你嘛写了，大家拢写了啊，这是对因国内的这个宣传。啊，对国外就是讲，我简单讲的，就是 China can help。啊，习近平伊讲的一句话，我甲大家分享，伊就是讲，咱这个控制工课的效果。是要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制度优势这4个字才真趣味。因为即马就像 Jerry 讲的，就是美国要证明讲我的制度是优势，我是老大。我伫顶过去100年，我是这个世界的老大，我即马嘛是。啊，但是中国即马就会讲，我才有这个制度优势，我才是 leader，我才是这个领导，所以因2个就比赛竞争是这个状况内底，因去讲这个大国的自信的故事。真够讲故事啦吼，这个中共啦吼，对内还讲这个鼎伤烧你去捧啦吼，啊另外嘛是讲吼，这个阮都是零，啊互相抄来抄去，这个乌百姓零，你其他省份嘛是零哈，但是咱看，其实咱拢卖袂记咧。另外一个关键就是 WHO 过去咱讲的这个谭德赛啦吼，这个部分，这个中国是几啊亿这个美金这个关吼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过去咱讲。这个谭德赛伫签开始的时阵讲啊，中共大家都莫禁止去遐佚佗啊吼，啊尾啊改喙个就讲啊，这是全球大流行啊吼，这对全球疫情来讲真正是这个 WHO 会当安怎改造啊？其实吼，我感觉今年是咱台湾要争取来参与这 WHO 上好的时机，因为全世界主要的国家对 WHO 对谭德赛本人拢非常的不信任，他应该利用这个时机来凸显讲，咱过去台湾因为政治的因素去排除伫外口，这是一个无公平的代志吼。其咱迄个坦白讲，伫目前的状况，像讲去年12月31号，咱家己的政府讲，我们有跟世界卫生组织去讲话，伫中国有这个疫情，但是即马目前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伫卫福部内底有一个联系窗口，咱叫做 point of contact，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台湾政府伫咧记者的窗口，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窗口，我们讯息传出去，以 WHO 吼。已读不回啊，伊都是即摆即个问题，所以咱应该利用即个时机来向全世界去说明讲吼，为着咱全世界以后莫阁发生像即款的代志，中国去隐瞒疫情，咱应该爱互台湾充分的参与。真正爱充分的参与啦吼。
头拄嘛一直讲到台湾 can help， 这是咱过去一直所讲的吼。但是咱讲这个12月30日，咱台湾 can help 早都 in advance， 早都甲你讲啊，我就是你讲这人传人啊，但是咱吼这个读了无要甲你回答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嘛是真正趁这个机会啦吼，上尾咱请这个编辑，咱安怎看讲，其实这个谭德赛伫这个 WHO 这个角色啊，咱台湾安怎去参与？另外这个 WHO 会使去改造无？过去吼，像大家讲到 WHO， 大家对是足尊敬的、足信任的，相信讲 WHO 讲的应该是会当相信的。但是即届我嘛观察到讲，全世界啦，像Jerry讲的，就是大家对 WHO 是一个问号，无信任。所以我感觉讲台湾，我观察讲台湾政府甲台湾社会其实有一个方向。即马大家其实唔是我咧讲，是大家即马已经有这个方向，就是讲大家足想要证明讲，咱是有迄个制度的优势。是正平讲的迄个愿望，其实咧，伊讲因有制度的这个优势，大家无一定相信。但是我感觉讲，即马气氛是台湾讲家己有迄个制度的优势，大家会相信。因为我看到足侪人是讲吼。顶届是较解笑，讲 WHO 应该改做叫 CHO， 有人安尼讲。但是即马大家就想讲吼，台湾 C 是 China 的迄个 C， 大家是解笑啦。有人是讲这个维尼啦吼。对，但是即马有足侪人讲啊，不如改做 THO， 因为台湾来领导这个 WHO。当然是讲笑亏啦，但是我嘛是感觉讲这是一个机会，可能台湾会当家己来证明讲咱制度有一个较优势、较厉害。台湾 can help 啦吼。今日感谢两位来宾，感谢，多谢。